雞蛋幾乎係家家戶戶早餐嘅標配，一隻彩蛋配上一杯熱牛奶，喺好多人眼入邊就係最健康、最完美嘅開始。尤其係對於注重養生嘅中老年朋友嚟講，雞蛋唔單止平，仲富含優質蛋白，簡直就係延年益壽嘅寶貝。但係你真係食啱咗咩？我哋要明白一個道理，雞蛋確實係好嘢，含有極其優質嘅蛋白質。但對於中老年人嚟講，有兩個關鍵點容易被忽視，一係量，二係身體嘅變化。隨住年齡嘅增長，我哋嘅身體就好似一部運轉咗幾十年嘅老機器，各個器官都會自然老化。肝臟同腎臟作為身體最重要嘅化工廠同過濾器，佢哋嘅代謝效率已經大不如前。當我哋攝入蛋白質嗰陣，肝臟負責將佢分解處理。喺呢個過程入邊會產生一種有毒嘅副產品，叫做胺。健康嘅肝臟會迅速將胺轉化為無毒嘅尿素，再通過腎臟排出體外。呢係一套精密嘅流程。但係如果蛋白質攝入過多，就好似係一個舊工廠突然接到咗超負荷嘅訂單，肝臟細胞被迫加班加點，長期處於疲勞狀態，自然會受損。嗰啲嚟唔切處理嘅胺堆積喺血液入邊，唔單止傷腦，更直接傷害肝細胞。所以日本最新嘅醫學研究發現，中老年人嘅蛋白質攝入量同肝功能指標異常呈正相關。但到底該食幾多呢？對於大多數日常活動量唔大嘅老年朋友，一日一隻雞蛋係上限，而唔係基本標配。如果今日你中午食咗一大嚿魚，或者晚黑多食咗幾嚿豆腐，但今日嘅蛋白質份額其實已經滿咗，雞蛋就可以少食，甚至唔食。更科學嘅方法係每星期食5到6隻，俾身體留一點彈性同喘息嘅空間。好多長輩因為牙力唔好，特別中意食嗰種蛋黃仲未凝固、口感軟糯嘅溏心蛋。喺好多人眼入邊，呢種蛋唔單止口感好，營養似乎亦都更容易吸收，但呢個可能係一個巨大嘅健康陷阱。美味嘅背後隱藏住一個頑固嘅敵人——沙門氏菌。呢一種細菌常藏喺雞蛋內部，感染後輕則上吐下瀉、高燒不退，重則對於免疫力較弱嘅老年人嚟講，可能引發敗血症、腦膜炎等致命併發症。科學研究表明，要徹底殺滅沙門氏菌，蛋黃嘅中心溫度必須達到70攝氏度以上，並持續幾分鐘。而溏心蛋嘅蛋黃溫度通常只有50到60度，呢個意味住你每食一隻溏心蛋，都喺度進行緊一場健康嘅博弈。如果你實在中意呢一種口感，影片建議去買專門嘅可伸食雞蛋或者巴氏殺菌蛋，否則請務必將蛋煮熟。為咗嗰點口感去冒生命危險，真係唔抵。勤儉節約係咋地呢輩人嘅美德。食唔完嘅雞蛋放雪櫃，第二日熱翻再食，聽落冇問題，但實際上危害唔細。好多人習慣用微波爐叮一下雞蛋，微波爐嘅加熱係唔均勻嘅，呢個會令雞蛋入邊嘅蛋白質分子過度捲曲緊縮，變得又乾又久。呢種過度變性嘅蛋白質，對於本就脆弱嘅老年人腸胃嚟講係非常沉重嘅負擔。長期食呢種蛋容易引發胃脹、胃痛同消化不良。煮熟嘅蛋盡量喺24小時內食完，最長唔好超過48小時。如果一定要加熱，請放棄微波爐，改用隔水蒸熱。呢一種溫和嘅方式能夠最大程度保留營養並照顧腸胃。好多老人家朝早趕時間或者胃口唔開，乾脆就空肚食紫薯蛋或者飲碗蛋花湯，覺得淡養、營養、吸收最直接。呢個其實係極大嘅浪費。想象一下，人體似一架高級私家車，經過一夜消耗，油箱已經空。此時你需要嘅係汽油嚟點火啟動。呢個汽油就係碳水化合物，比如稀飯、麵包、燕麥。如果你喺空肚狀態下直接食雞蛋，身體會因為急需能量而將寶貴嘅優質蛋白當作普通嘅柴火俾燒咗嚟供能。蛋白質喺燃燒產能嘅過程入邊會產生更多嘅代謝廢物，反而增加咗肝腎嘅負擔。
正確嘅食法係朝早起身先飲一杯暖水，然後先食一點好消化嘅主食，如半碗粥或者一片多士，俾消化系統一個開機信號。過個10分鐘左右，再食嗰隻雞蛋。呢個細細嘅順序改變，能令雞蛋嘅營養利用率提升好幾倍。坊間傳言豆漿同雞蛋相克，一齊食會中毒。呢一度要明確闢謠一下，唔會中毒，而且佢哋都係優質蛋白來源，係非常好嘅拍檔。但呢個傳言之所以存在，係因為冇煮熟嘅豆漿有問題。生豆漿中含有一種二蛋白酶抑制劑，佢會阻礙人體吸收雞蛋入邊嘅蛋白質，導致腹脹。只要將豆漿徹底煮滾，呢種抑制劑就會失去活性。所以如果你係自己喺屋企打豆漿，一定要確保滾開。如果係買現成嘅包裝豆漿，通常已經過高溫滅菌，可以放心搭配。仲有一個困擾咗好幾代人嘅難題，蛋黃膽固醇高，食落去會唔會堵塞血管，引發中風？有好多老人食蛋只係食蛋白，將蛋黃掉咗，呢簡直係天大嘅誤會。早喺2015年，美國膳食指南就取消咗對膽固醇攝入上限嘅限制，因為科學研究發現，我哋血液中80%嘅膽固醇係肝臟自己合成嘅，只有20%來自食物。人體有一套聰明嘅平衡系統，你食得多，肝臟就合成得少；你食得少，肝臟就多合成點。單純靠唔食蛋黃嚟降膽固醇，效果微乎其微。反而真正需要警惕嘅係反式脂肪，如點心、油炸嘢同過量嘅飽和脂肪，如肥肉、動物油。更重要嘅係蛋黃入邊藏住一個秘密武器——卵磷脂。佢就好似血管入邊嘅清道夫，能將黐粒粒嘅膽固醇粒粒乳化分解，防止佢哋沉積喺血管壁上。此外，蛋黃入邊仲有保護眼睛嘅葉黃素、玉米黃素以及多種維他命。掉咗蛋黃，等於掉咗一大半嘅營養精華。雖然雞蛋係寶，但健康管理唔能夠一刀切。呢3類人群喺食蛋嗰陣需要謹慎。第一，腎功能不全者。過多蛋白質會加重腎臟負擔，必須嚴格遵醫囑控制攝入量。第二，膽囊切除者，膽囊係處理脂肪嘅，而蛋黃含脂肪，切除後消化能力下降，建議諮詢醫生係咪只能食蛋白。第三，膽固醇指標嚴重超標者，雖然食物影響有限，但處於高風險狀態嘅人仲係建議適當頻率。比如每星期只食2到3個蛋黃。最後分享一個科學嘅每日蛋白質配比：早餐食一隻正確烹飪嘅雞蛋，先食主食再食蛋；午餐食一份掌心大細嘅魚肉，約40克；晚餐食半嚿豆腐或者一杯豆漿，補充植物蛋白。呢一種動植物蛋白結合嘅組合，既能滿足營養，又唔會俾單一器官造成負擔。呢一個先係真正可持續嘅養生智慧。知識就係力量，尤其係喺健康呢件事上。呢條影片嘅目的唔係為咗令你唔敢食雞蛋，相反，雞蛋係上天賜予我哋嘅珍寶。我哋要做嘅係用智慧去解鎖佢，而唔係延續咗幾十年嘅老習慣、土辦法，將補品變成咗負擔。從聽日嘅早餐開始，嘗試做一啲微小嘅改變，將溏心蛋煮熟，先食2啖粥，再食蛋，咪再隨手掉咗蛋黃。每一個正確嘅選擇，都係喺度為你嘅健康長壽存入一分最寶貴嘅本錢。希望呢條影片能夠幫到你，亦都請記得分享俾身邊嗰啲仲喺度堅持做溏心蛋，或者每日必須食2-3隻蛋嘅親朋好友。健康從食啱每一隻蛋開始。